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年嘅聖雙之旅將會喺4月13至到19號，一連7晚，晚上8點至到9點喺大衛城嘅 YouTube 網上直播。今年嘅題目就係聖雙與哭牆，當中所提到嘅哭牆係一個痛悔，係一個立願，係一個盼望。雖然我哋可能暫時未能夠去到耶路撒冷，但係我哋可以喺我哋嘅心靈入面，甚至係香港某一個地方去尋找同神之間嘅哭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誠邀你一連7晚嚟到我哋嘅聖雙之旅，我哋一同去尋覓，一同去遇見，打破同神之間嘅隔絕，去重新建立同神之間嘅哭牆，使我哋生命可以得到復興。嚟緊4月13號就係我哋嘅第一晚啦，誠邀你嚟到一同去紀念耶穌嘅聖雙，一同行耶穌嘅苦路。更多嘅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大衛城嘅 Facebook。